的几处剑灸。方寒，逃！天哪！快看，他没死！和灭傀儡真不中用，还不如我手中的鞭子。竟然没死！啊，还好，那我也不算太失职。再来！化形强内府，形虽为人，力逐驽马。这个奴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？臭小子，竟然临场突破了，害我饮丹经受怕。刀枪不入，那就直接用力量让你屈服。不错，有我的风范。如此高强度的对抗，我的力量没有枯竭，反而越来越充沛，最后竟然临场突破了，占据了优势。